台湾国片《阳光女子合唱团》这个票房呢，已经冲破6.7亿咯。那破这海角七号18年的纪录，也成做咱台湾电影史上卖上好的国片。导演和演员等人呢，今仔日举行记者会，分享成功的这个心情。 由财神爷开场，恭喜阳光女子合唱团票房伫咧放送58天，票房突破6.7亿，高达看电影的人数也达到240万人次，打破海角七号保持18天的冠军纪录，成做台湾国片新的票房冠军。 下晡导演和演员陈意涵、钟欣凌、安心雅等人分享票房大卖的心情。导演讲，未来阳光女子合唱团会伫咧各国来扮演。我们已经在新加坡、马来西亚上映，接下来纽西兰、澳洲也会上映。那3月初呢？ 除了在香港之外，我们在美国跟加拿大也都会同步上映。陈意涵也伫现场和片中的查某囝见面，感谢伊的坚强和进步。这对戏中的母女是讲甲目屎连落来。他第一天在练习的时候，我们就都陪着他。然后那时候他很怯场，然后今天看他在这么多人面前，然后已经可以自己拿着吉他，然后可以 solo， 我就说其实比起其他，我更感动你现在变得那么坚强。苗可丽也讲算笑，讲这届因为票房的成功，过年期间去到菜市啊，得到真侪温暖，买菜拢唔免钱。对我整个过年到菜市场买菜都不用钱。在骂人，没有都不用钱。我连去吃面啊，老板娘一下就送我2罐的辣椒酱。哦，对，我就觉得我仗着放科长的名字，真的对，就得到了很多的礼物这样。导演林浩谦也分享，票房成绩唔是因唯一的目标，上重要的是会当予观众带来感动和温暖，互社会保护网得到各界重视。记者陈亚选王兴中台北报道。